乐到小火丢，年兽的秘密是。顶一回，年兽甲大家同齐做健康体操了后，巴肚传出有够大声的咕噜声，搁互村民惊一跳。原来年兽是巴肚枵尔。伊真正要甲人伤害吼！放心啦，大家拄则毋是做伙做运动啊？恁看，伊一点仔都无要受气的款。年兽只是想枵啊啦，而且应该嘛了啊孤单。孤单，所以伊毋是全工落山，要来甲大家吓惊走的哦。应该是误会。年兽当年拢是因为腹肚枵来到庄头，毋过大家一个看到伊就随走了了，伊一定感觉真孤单。对啊，我腹肚枵的时阵嘛会歹心的。年兽枵几冬啊，伊阁感觉家己无受欢迎，心情一定世界歹。年兽听咧，随落来耳仔慢慢啊徛起来，那像是总算愿意讲出心内话。我一年敢若真心一摆，毋过我嘛想要甲大家做朋友。啊，原来伊想要甲咱做朋友，咱敢是误会啊？对啊，看来以早拢错怪伊咯。既然年兽想要交朋友，安尼咱做伙来想看卖，以后要安怎做伙过29暝？比如讲，大家会用个准备围炉点心，分享予拄精神也帅帅的年兽食。好，我会使准备烧乎乎的水饺甲甜粿，请年兽食。年兽，欢迎你做伙来围炉。好啦，嘛算我一份。我做的腊肉甲烟肠是一粒味的好料哦。年兽，嘛欢迎你来做伙食。啊，真是嘞，多谢。赞啊！我会使负责来试食，这我上内行的。哦，还阁有29暝迄暗，大家会使放炮啊，当作是甲山里的年兽叫精神的恋情啊。这件代志就交予我。年兽，你若有听到，就要赶紧精神咯。还阁有莫烦恼，你行过来时，我就袂阁忘啊，袂甲你惊到。多谢。等年兽精神来到庄头了后，大家做伙做健康体操，互年兽困一年，变甲硬扁扁的身躯存稳一个。无问题。泡啊恋情啊，健康体操，围炉点心。这小连帅设计介完整。这款的29暝，敢若真正足赞呢！我来想一个名啊，有啊，这会当叫做年兽欢喜斗阵 Party。是啦！多谢大家，我嘛想要为大家做一寡代志。对啊，我会晓这，毋知大家会介意无？讲完，年兽深深舒一口大气，然后，每下树拢开花啊！每下树拢开花啊呢！足水耶！有够水的红玫瑰，年兽你介贤呢？多谢你。我头一回感觉家己受大家欢迎，足好诶！大家以后会当做伙欢喜过新年啊！
任务完成。故事跳跳门开啊哦，然后转去啊。袂当，我也要食到好食的甜粿、水饺、腊肉、烟肠。康卡，你实在是吼。希望你想明年嘛会当看好饱、食好饱。自迄年开始，你到妹无过是人人惊吓流酸的日子。年受精神的时，嘛袂阁孤单一个巴肚枵啊。后一回，乐乐小宇宙又阁会去倒位冒险咧。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